方飛虎隊隊員由直升機配合搜查屯門青磚圍同逸園村一帶，但並冇發現。陳思維報導。一架飛虎隊大卡車先後到埗，一共嚟咗3架。另外再有2架 van 仔載住幾十個手持機槍、戴晒頭盔同避彈衣嘅警員。佢哋攞出卡車上邊嘅重型槍械，之後大批着住迷彩衫嘅飛虎隊亦都落車入村搜查。警方又出動直升機運送飛虎隊員上山分散搜索。佢哋收到消息話山上有人物，而其他機動部隊嘅警員就喺村外戒備，氣氛一度緊張。最後喺山上面發現4個人，即刻包圍佢哋，又查佢哋嘅證件。原來呢4個人係地政總署嘅測量員，之後就放咗佢哋。警方話今朝有市民報警，話琴晚喺逸園村發現2至4個人同警方追緝嘅疑兇好相似。佢哋先後封鎖元朗逸園村同埋青磚圍一帶，總共2-3公里嘅面積範圍搜索，曾經破門進入3間屋搜查。警方唔會放棄任何線索，我哋重視每一條線索，我哋希望咧能夠將尋日干犯咗打傷我哋同事嘅罪行嘅匪徒咧繩之於法。整個行動歷時超過3個鐘頭。無線電視記者陳思維報導。中槍